机会。再传进去，危险！超球攻门成进了，0-0。哇，不可思议，谁能够想到奥队员帕普瓦尼诺身高只有1.66米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他的整体的配合其实打得非常的漂亮。最后这传中这一下，脚法非常的出色，落点很好，李金龙根本就没有。